我哋美食新聞週報每個星期都會為大家緊貼輪住買唔同嘅着數優惠，即刻睇下本週人氣輪住報有咩特選美食啦！西樹泡芙一系列口味包敷，採用新鮮、上等同時令嘅食材，創造出與眾不同嘅獨特餡料。出色嘅烘焙技術令包敷食落酥脆鬆化，一啖接一啖食到唔捨得停口啊！幸福四季椰子雞火鍋2人套餐，主打原味4季椰子雞鍋，選用肉質鮮嫩嘅文昌雞，入口超 juicy。湯底堅持用天然椰子水，椰香4日，味道清甜可口，一啲都唔確喉。同親朋好友嘆翻個高質火鍋，夠晒幸福啊！甜心良品招牌原味朱古力心太軟連雪糕，8%全人手新鮮製作，選用嚟自澳洲同埋紐西蘭嘅朱古力同牛油，味道濃郁，甜而不膩，連雪糕都係自家製，啖啖都充滿甜蜜同溫暖啊！原作養生湯米線招牌海龍王湯泡飯1人套餐，主打足料無味精湯底，用超過14款新鮮食材熬足8個鐘。海龍王湯用新鮮波士頓龍蝦、海蝦同蜆肉熬製，配上刺身級帶子同反鴨貝，多重鮮味瞬間喺你口腔爆發。花桃妙齡乳鴿2重奏，乳鴿骨軟肉酥，配上別具心思嘅香料同醬汁，令你每一啜味蕾都可以享受到豐富嘅層次感。每道菜式都非常精緻，又極具特色，絕對啱晒你約齊班3、5知己嚟品嚐佳肴。睇啱有咩心水味，即刻拎起你哋手機一齊搶好嘢啦！